作者簽 DJAX 故事夢幻島簽版 0.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40集。關於今期的考生，你們必須查證考官身份，無論以前或現在都存在一些假考官。所有神界的考生需要小心留意，避免騙徒騙子。關於本人是如何考試升上神學等級制，在2012年的年代之我存在的地方是沒有神界通訊網絡的。最先我跟一位香港店師傅學習了1個星期的通靈術，之後經過修行破解人生在世密碼，將本人的第3維度的前世或今世或未來的所有冤親債主回向，還回向宇宙的所有眾生，所以快速開啟星維度時間。當然在本人星維度有一位指導師，四面神還指叫本人燒紙擲元寶和神界做一些小生意貿易。經過又一次，本人在萬佛子和玉皇天帝合作，每位神仙集資1元給本人，本人再和神界天帝合作流量圈公司和流量圈 TT 銀行，將神界的集資的所有收益全部投資在流量，接住就慢慢有了神界 X 通訊公司。你們今期神界考生若想神界集資，你們必須寫清楚那位神仙投資給你們，必須寫明神仙姓名、電話、身份證，方便日後計算回報，可以日後按投資小股的資金放發回報。另外，你們若轉世投胎了，前世投胎今世的費用可能是沒有繳付的，需要立即繳付前世轉世投胎今世的費用。你們可以透過燒紙擲元寶給負責你們的天帝，若上天轉話已經還清，就可以不用再燒紙擲元寶。